是犬子生前的遗物，你俩个头差不多，就送给你吧。前辈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这是我上次送给令狐兄弟的衣服，难道他出事了？ 果然躲在这里。 前辈，林正南说了什么遗言？是不是和辟邪剑谱有关？要杀就杀，别废话。你不说，我就杀了他。你可真够卑鄙的。 你要为了本剑谱害死自己的救命恩人吗？只要你交出剑谱，我保证不杀你二人，还与你共享绝世武功，如何？当真？ 我堂堂一派掌门岂会骗你？倒是你我练成辟邪剑谱，纵横天下。什么魔教、五岳剑派，通通都得俯首称臣。好，不过你先替我把穴道打开，再给我发个誓。差不多，就在附近。于沧海肯定在这屋里。令狐冲兄弟好像被控制住了。令狐贤侄，你的要求我都已经一一办到了，可否告知剑谱下落了？ 酒不错，鸡太咸了，要不我都吃了。贤侄不要再跟贫道开玩笑了。这简单啊，把他杀了，我就告诉你剑谱在哪儿。那简单。你说什么？动手啊！混蛋，你让这小子给耍了！ 就这点小伎俩还想骗我？什么玩意儿啊！要动手是吧？干脆点儿一起上。令狐冲烂命一条，有酒喝，死也值了。啊！
体内不是有5大异种真气吗？老子再给你加2刀！应强，
他是中了左冷禅的寒冰真气。兰儿，你还记得师父临终交代你的话吗？3石脑神丹是阴损至极的毒药，我下令族人不许再用，唯独你却偷偷私藏了1颗。师父，是徒儿错了。当初我就是担心你自食其果，才特意提醒你。本门毒经中暗藏一篇，只有教主才可修行换血大法。可是，修炼换血大法，难道不是至为凶险？稍有不慎，便会走火入魔，血尽而亡吗？必要时，也不得不试了。换血大法可解天下百毒，对于这个阴毒道3尸脑神丹，虽不能根除，但兴许能救你一命，能留一线生机。可解天下百毒，师父，那便是说此法也能治嵩山派的寒冰真气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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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！换血大法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得救他一命。我要试一试。令狐冲，